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斗内，请我食一个碗粿。Song Podcast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魔鬼怪，所会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，第3讲。第33篇年鬼，在这个蒲公的家乡，有一位叫做东济武的太师。伊细汉的时阵啊，有一位表亲甲伊去庙内底去佚佗。当时这梁济武虽然年纪真细，毋过功名累落，大头又阁特别栽。伊看到庙内底走廊，内面有一身女鬼。这女鬼目睭起着玻璃珠啊，又阁大又阁明，伊真介意，煞偷偷甲学来，早转厝内底咧耍。转到厝了，因迄个表亲啊，煞雄雄得着疾病。过了毋知偌久，因这表亲雄雄起来厉声讲。你为什么污糟我的目睭啊？因这表亲啊，当遐又阁吵又阁闹，叫也袂停。这厝内底人拢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！这东济武看到安尼啦，伊才讲起即件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伊看到即个女鬼，这目睭足古锥的感觉足好耍的，煞甲乌落来，早转去厝内底安尼啦。就安尼啦，因煞规家伙开始督导讲我歹势啦这医生啊，我这囡仔男死囡仔困中昼啦，戆查某咧困早时头啦，这囡仔无知啦因为这手枪误伤着你的目睭啦，阮真随着害你安尼啦。这女鬼才大声讲，那安尼上好，安尼毋则差不多，安尼我先来啊。讲完敢若看到因迄个表亲拍动涂骹啦，煞死死昏昏去。过了半工，伊才真醒过来，问因即位表亲拄则讲过啥物话啦，伊逐项都毋知。这厝内底人赶紧转去到庙内底，甲即个目睭放动女鬼的目壳当中啦。这蒲公公这女鬼竟然叮当立誓要讨目睭。可见伊有偌尔人设，也毋过啦，这东济武恶伊目睭伊为虾米要迁怒在东济武的表亲呢？这是因为东济武的地位尊贵，而且性情公直。看伊后来迄突然敢干的能力，甲伊最后时光归隐南山的操守，连神都惊伊啦，更加何况是鬼啦。我讲啦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在工作方面人讲鱼食溪水，人食喙。但这场当中这应对进退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若时机好，机会好，讲了若对，是中得硬气呢；时机若毋对，迄头家会生气呢。毋是逐个人拢有机会做英雄，所以啦，公平正义上难得。这东济武最后也死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现在来看，确实也符合多数人的命运啦。这故事甲咱讲做人毋通伤过白目，会当闻着气氛，读着空气。你若讲了好，是中得硬气；你若讲了无好，是头家生气。你讲对毋对？